各位老記，邊個話咧退休就係要過慢生活㗎？其實咧下半場先至係你哋玩得起嘅時候。你有冇諗過，與其年年坐喺屋企吹蠟燭，不如咧出去玩翻場大嘅，只要一個蛋糕價錢，你咧唔係買緊一件甜品，而係買緊一張進入老人樂園嘅入場券。第一，唔使咧再對住電視機食飯，係有一班朋友同你一齊大笑慶祝。第二，唔使諗埋仲煮飯，有美食直送喺面前，你負責攤就得啦。第三，仲可以咧去酒店住翻晚，嗰種放假嘅感覺即刻翻晒嚟啊！最正嘅係咩呢？係嗰種咧我話事嘅感覺。邊個話老咗就要聽人安排啊？呢一日咧你想點玩就點玩，同邊個玩你先係人生嘅大導演啊！一個蛋糕嘅價錢就換來一點閃閃發光嘅主角回憶。今日你願唔願意俾個機會自己揾翻嗰種玩心，同我哋一齊精彩下半場？互助同心助老樂